看一个泰国渔港哦，去年7月伫苗栗竹南骑脚踏车去互3台车弄死，这3个驾驶落尾是无起诉处分，也毋过伫过程中哦，泰国办事处拢无接到通报，被害者的家属是找无人通斗3工，所以渔港团体嘛去向立委订情，劳动部是表示讲会来检讨、检调，嘛会开始来侦办。记者会，我看到我们检察体系的乱象。 对于移工的人权、生命不重视。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接到订情，伊召开记者会，担当控诉，讲有一个泰国籍的移工地空，去年7月1天的暗时啊，伫苗栗竹南骑自转车，无细字去3台车弄到搞死。驶头一台车的驾驶经过检测是食酒驶车，第3台车是无照驾驶。不过苗栗地检署同一年11月，甲3个驾驶拢以不起诉来终结。 甚至检察官伫验尸证明内底的死亡原因是写食酒了后车祸，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。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涉及了过失致死、酒驾、肇逃，但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受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诉？对于整个外国移工、外国人来这边工作的一个保障，显然是非常的不足。检察官能不能尽快理清这个酒后车祸到底所指的是被害人？ 还是其他人。过程当中，驻守伫台湾的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完全无接到相关机关来通报，嘛互伫泰國的家屬是進無步退無路，唔知要找向鬥3工。立委批評這個聽書有問題，變作是制度性假案。 ขอให้หน่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ัฐของไต้หวันแจ้งสถานกงสุล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รื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สำนักงานแรงงานนะคะเมื่อเกิดเหตุร้ายแรงกับ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 เช่นการได้รับบาดเจ็บสาหัสนะคะ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สถานกงสุลหรื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นี่ย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้าไปช่วยเหลือด้านกฎหมายให้แก่ผู้เสียหาย显然在这个制度上并没有被落实。 我想这个部分是有改进的地方。死者骑乘脚踏车，那在夜间行经号志管制路口，未开启灯光，且也没有按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闯红灯，那是肇事的原因。毒物分析的结果呢是体内有酒精的反应，那鉴定认为已经达到酒醉的程度。劳动部表示，会检讨下单位沟通的机制，强化移工有问题通报的听书。 也若针对这个案件侦办当中，敢有涉及疏失，高检署已经要求苗栗搁再分案来查明，加上嘛另外提出告诉，希望真相会当早日水落石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